有一個女仔每日都喺灰燼之中工作，卻仍然相信世界有唔同嘅可能。如果一個人冇背景、冇資源，淨係有一顆善良嘅心，命運仲會唔會留低機會俾佢啊？今晚嘅故事由呢個問題開始。喺一個遙遠嘅國度入邊，住住一位叫艾琳嘅女仔，佢溫柔又善良，但係自從父親離世之後，黑心嘅繼母同兩位家姐要佢承擔屋企所有嘅粗重功夫。艾琳每日都喺廚房入邊清理柴灰，衫褲長期都係污污糟糟，所以大家都叫佢灰姑娘。就算生活好辛苦，艾琳依然對小動物非常友善，心入邊依然充滿希望。有一日，皇宮送嚟一封金邊嘅邀請函，國王要為卡斯比安王子搞一場盛大嘅舞會，邀請全城所有嘅女仔參加。繼母得意咁拎住邀請函，同佢嘅女講要着上最華麗嘅禮服。艾琳都想去，但係繼母冷笑住講啦：你連一件似樣嘅衫都冇，都係留喺屋企洗地板比較好啊！舞會當晚，繼母同兩個家姐坐上馬車出發，艾琳自己一個跑到後花園，匿喺一棵大柳樹下面，傷心咁喊起嚟，細細聲講：我都好想去舞會，好想睇下外邊嘅世界。就係呢個時候，花園入邊突然出現咗點點熒光，空氣之中彌漫住一股香甜嘅花香味。跟住一陣閃閃發光嘅金粉，一位着住閃亮長袍嘅女士出現喺艾琳面前，佢係仙女教母塞利斯提亞。唔好再喊，親愛嘅細路。塞利斯提亞揮動住手中嘅星光魔杖，你有一個善良嘅心，你值得擁有呢一切。依家去幫我搵一個大南瓜同幾隻小老鼠嚟啦。塞利斯提亞點咗點地上嘅大南瓜，奇蹟發生咗，南瓜發出金光，慢慢變大變形，最後變成咗一架金碧輝煌嘅馬車。跟住呢，佢又點咗點幾隻匿埋喺角落嘅小老鼠，佢哋即刻變成咗雄偉嘅駿馬同着住制服嘅隨從。最後，塞利斯提亞輕輕點咗點艾琳身上破舊嘅衫，一瞬間灰塵消失咗，取而代之嘅係一件層次分明嘅藍色絲綢禮服，上面鑲嵌住無數嘅小鑽石。最神奇嘅係，艾琳腳上着住一對精緻嘅玻璃鞋。仙女教母叮囑要記住，魔法會喺午夜12點消失，你必須喺時間到之前離開。艾琳嚟到皇宮，全場嘅目光都集中喺佢身上。卡斯比安王子一眼就睇到咗呢位優雅嘅女仔，佢走上前，細細聲邀請艾琳一齊跳舞。兩人喺悠揚嘅音樂聲中旋轉，艾琳覺得自己就好似發緊一場最美嘅夢。王子睇住艾琳嘅眼睛，覺得自己揾到咗心目中嘅公主。突然，遠處傳嚟咗鐘聲，當當，午夜12點到啦。艾琳驚慌地諗起仙女教母嘅警告，佢不得不推開王子，轉身衝向階梯。由於行得太匆忙，佢嘅一隻玻璃鞋甩咗喺白石階梯上，但係佢嚟唔切翻轉頭執，直接跑咗入去黑夜裏面。第二日，卡斯比安王子帶住嗰隻玻璃鞋走遍咗全國。佢發誓話：我要揾到嗰位着得落呢隻鞋嘅女仔，佢就係我要娶嘅人。無論係貴族小姐定係平民女仔，都冇人嘅腳能夠着得入嗰隻小巧嘅玻璃鞋。最後，王子嚟到咗艾琳嘅屋企。雖然繼母試圖將艾琳鎖起嚟，但係王子都係發現咗艾琳。艾琳慢慢走咗出嚟，坐喺椅上面，輕輕一試，佢嘅腳完美咁鑽入咗玻璃鞋。王子露出燦爛嘅笑容，拖住艾琳嘅手。從此以後，艾琳同王子喺城堡裏面過住幸福快樂嘅生活。
灰姑娘嘅經歷唔係關於幸運，而係關於喺被忽視同壓抑之中，仍然保留善良同尊嚴。正因為咁，佢先至能夠喺機會嚟到嘅時候被真正睇見。呢個故事出自歐洲經典童話《灰姑娘》，最早由法國作家夏爾·馮佩羅整理流傳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帶有寓意嘅經典故事，歡迎訂閱、點讚小兔故事屋。我哋下個故事再見，拜拜。